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逆林逆數，我會用數字經去幫大家解讀運勢、感情同埋事業。我解卦會比較直接，建議玻璃心又或者受唔到真話嘅朋友，你就唔好繼續睇落去。接受到嘅朋友，我哋就開始。今日嘅主題係你本月嘅桃花運，2026年6月桃花運。我準備咗3組唔同嘅數字，佢哋係冇任何特殊意義，只係作為你哋今次嘅能量指示。第一眼覺得最順眼就去揀嗰一組，然後我會抽每組對應嘅資訊牌同關鍵字，你哋可以對照一下邊一組最貼合你近排嘅狀態同個人信息，因為呢個係大眾解卦，唔一定可以對應到所有人，所以中1至2項就 OK 噶啦。3組分別第一組372，第二組5194，第三組806。第一組嘅朋友，我哋先對應下資訊牌：卡達杜哈、南非普利托利亞、巴塞隆拿、聖塞巴斯丁，品牌東方相思、麒麟王，品牌 Fendi， 品牌帝陀、人時、智時、紅寶石、ADHD， 品牌摩梵陀、銀魂、達摩祖師聖誕。1月廣西、廣東、小綠人。11月星期五雲南稻城亞丁、河南洛陽龍門石窟，品牌 Coach。 WhatsApp 波蘭華沙、鬼滅之刃。雲南元陽梯田、中環 IFC、水晶、卯時。屋企住2房1廳，一杯倒，裸睡，生氣，八段錦，太極。朋友介紹認識，住喺30樓以上，自殺，晚睡，護短，住喺10樓以上，住喺40樓以上，有曖昧對象，細佬或者細妹返緊學，留級生，有兄弟姊妹們。INFJ 最近去咗浸溫泉，屋企住3房1廳，平等咁睇唔上所有人，鍾意薯片，朋友妻或者丈夫，失聰，修行者，有兒有女，後台工作人員，儲緊積分，敢愛敢恨，全屋訂製，生肖雞。第一組372嘅朋友，我哋會抽2張牌，第一張你本月桃花運，第二張你喺邊度識佢嘅，點樣認識，分別2張牌，本月桃花運同埋邊度識佢嘅，本月桃花運邊度識佢嘅。第一組嘅朋友，你抽到嘅牌係火水未濟同山水木。呢2張牌俾我嘅感覺係你近排頭頭碰着黑，好黑仔啊，非常之多煩事雜事要處理，而且不停咁樣漏財或者破財。我哋先嚟睇下左邊呢一張牌，未濟呢一張牌亦都解太歲月見。犯太歲呢3個字，我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噶啦。未濟呢張牌象徵住流年不利，可以大膽啲講句，你今個月冇桃花。有可能唔止今個月，可能你今年都冇好桃花。呢張牌係陰陽失調之象，上下不通之意。你有機會遇到合眼緣嘅，但係唔會相處得嚟。如果你夾硬要拍嘅話呢，呢個人有可能會為你帶來一啲唔好嘅影響。加上呢一張牌暗示你仲未清楚知道你想要一個點樣嘅伴侶。呢2張牌加埋俾我一個畫面係，揀呢組嘅朋友仔比較有童真，
有可能冇乜點拍過拖，睇得出你有主動向外去識人嘅，但奈何你識啲人質素麻麻地喎。今年總結第一組嘅朋友，你今年流年不利，冇必要嘅話就唔好受愛情嘅苦啦。卦象建議你專注自己個人成長同埋提升自己，學習係你現階段最需要做同最適合做嘅嘢。以上係第一組全部資訊，我哋嚟睇第二組啊。5194嘅朋友，我哋對應下資訊牌：島國、三項鐵人、馬拉松、智利、聖地牙哥、手錶、寶珀、長隆旅遊度假區、瑞典、上海、裝修工業風、鬼滅之刃、廣西桂林漓江、梅花易數、止痛藥、隨直、檳城、河南、地鐵、法國巴黎、秘魯利馬、清邁布吉、品牌迪賽、窗外見到山景、自修室、海外、湖南張家界、湖北、5·1勞動節、胡志明市、四川九寨溝、XO 仔。屋企有多於2隻寵物，鍾意食月餅，海鮮過敏，家政或者保潔，聚餐或者慶祝，特別鍾意黃色，低谷期，特別鍾意藍色，習慣用雙肩背包，雙魚座，包容接納，出差，血型 O 加，瑜伽老師，生肖龍，Costco 會員，天生反骨，骨架偏大，啱啱沖完涼，瞓喺床上面，戴口罩，打算學習新技能，網紅，吃醋精，近視，第六感強，失戀，綠茶婊，體脂16%至20%，有寫日記嘅習慣。第二組嘅朋友，我哋會抽2張牌，第一張你本月桃花運，第二張係點樣遇見嘅，邊度識，係點樣遇見。第二組5194嘅朋友，你抽到嘅牌係雷風行同埋山火粉，呢2隻牌加埋出現咗一個畫面，4個字：孔雀開屏。我相信揀呢一組嘅朋友仔，佢本身都不乏追求者，或者係對佢有好感嘅人，甚至有部分人係有魚塘養緊魚噶啦。你會發現你今個月魚塘啲魚唔知點解好躁動，個個都好主動揾你啊，又請食飯，又送禮物，又同你傾心事，務求就係展現佢自己嘅魅力。你知你自己勾勾手指就可以將佢哋收入囊中。咁好明顯，大部分你睇唔上佢，你先會去睇呢個視頻嘅。你想知道會唔會仲有高質量嘅人選啊嘛？今個月又真係有喎，卦象暗示，如果你真係想識一啲高質量桃花，你就必須要打扮自己。我意思係不論場合，無論係返工又好，去同 friend high tea 行街又好，你都要打扮到靚一靚。有任何慶典慶祝關於高興喜悅嘅活動，你都盡量去參加。總結，第二組嘅朋友，你係不乏追求者，只係你睇佢哋唔上眼啫。你想要更加高質量嘅伴侶，打扮自己靚一靚，跟住去參加活動，咁你就好大機會遇到啲好桃花啦。補充一點，今日嘅主題係本月桃花運，桃花運係有分好桃花同埋爛桃花，你記得要仔細篩選啊。以上就係第二組5194嘅全部資訊，我哋嚟睇第三組啊。第三組806嘅朋友，亞洲、澳大利亞，星期4，萬聖節、媽祖誕、電梯房、北京故宮，9月，雙數樓層，小年，7月，新疆，品牌味道，蘇黎世，品牌帝堂，詩經，品牌真力士，達摩祖師聖誕，西班牙，
尚書、春秋、五一勞動節、秘魯利馬、塔羅、露天廣場或者公園、波隆那、米蘭、銀魂、哆啦 A 夢、啱啱入手新玩具、就玉、一杯倒，鍾意 K-pop， 唔記得帶遮，去咗浸溫泉，識得武術，面上面有疤痕，屋企住3房1廳，血型 O 加，瑜伽老師，村頭，失聰，體脂10% 至15%， ESFJ， 轉行，訂婚，紋眉紋眼線，千杯不醉，為人坦蕩，梨形身材，豐滿，心情容易煩躁，開放式廚房，信用卡有逾期未還，細佬妹仍然返緊學，領養咗寵物，血型 B 加，欠朋友或者他人債務，買咗好多收納箱，實習生，野心大。第3組嘅朋友，我哋會抽2張牌。第一張，你本月桃花運；第2張，喺邊度認識佢？你哋係點認識嘅？桃花運邊度認識？第3組806嘅朋友，你抽到嘅牌係地雷復同埋火水未濟。雖然未濟呢張卦喺第一組出現過，但係放喺呢度係完全唔同解法㗎。第3組嘅朋友同第一組嘅朋友係啱啱相反。復呢一張牌又稱為人契反目，呢張牌象徵住一係你就離咗婚，一係你係離緊婚，一係你係想離婚，一係你就有官司喺身。而未濟呢張牌意思係太歲月見，犯太歲嘅意思大家都聽過啦。呢張牌象徵住就係話你流年差。基本上差嘅流年係冇乜可能會遇到好嘅桃花，所以亦都有暗示你今個月甚至乎今年你都唔會有桃花運。而2張牌加埋一齊嚟睇，復有重複循環嘅意思。當呢個復字楞一個未濟，即係話你今年個流年差，唔好嘅事會不停咁樣重複。我忽然諗到一個畫面，如果你今年離婚，同年再婚或者同人同居，呢個婚姻好大機會會再離婚。總結。揀806呢一組嘅朋友，你今年流年差，你先唔好諗你嘅桃花運，你一日仲存在住婚姻關係，你嘅好嘅桃花係唔會過嚟揾你㗎。而如果你而家真係有合眼緣嘅人呢，都好肯定話俾你聽，都係爛桃花嚟㗎啦。卦象建議你專注搞掂你啲官司訴訟離婚嘅嘢先，今年唔好諗桃花住啦。以上就係第3組806嘅全部資訊。今日嘅大眾解卦就到呢度。鍾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點讚、關注、留言俾我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